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歡迎再次嚟到文風粵人生，我係你哋嘅老朋友。我接觸過成千上萬嘅中老年朋友，聽佢哋倒過無數嘅苦水，發現咗一個令所有人都無比頭痛嘅晚年困境。好多老人家到咗70、80歲，總係有一種好純個亦都好天真嘅諗法。佢哋覺得只要自己每個月有固定嘅退休金，只要仔女睇落仲算孝順，平時逢年過節一家人可以和和氣氣咁食餐飯，自己嘅晚年就可以無憂無慮啦。每日去公園散下步，喺屋企淋下花，日子過得安安穩穩。但係每當佢哋嚟揾我算晚年運程嘅時候，我都會望實佢哋對眼，問佢哋一個極其現實，甚至有啲刺耳嘅問題。你覺得你而家嘅生活好安穩，但係如果聽日突然發生咗少少意外，如果你嘅身體突然失去咗控制，你仲可唔可以做主你自己嘅人生？好多老人家聽完我呢句話，面上嘅笑容瞬間就僵硬咗，半日都答唔上嚟。喺呢個世界上，我哋大多數人一世人都係為咗別人而活，後生嗰陣為咗工作打拼，中年嗰陣為咗仔女成家立室，操碎咗心，好不容易捱到咗晚年，我哋總以為終於可以鬆一口氣，終於可以順其自然啦。但係各位老友記，喺冇任何準備嘅前提下，所謂嘅順其自然其實就等於任人宰割。所謂嘅順其自然就係將你晚年最後嘅一絲尊嚴，最後嘅一點體面，完完全全咁交到別人。哪怕係仔女嘅良心同內心嘅砧板上，歲月係呢個世界上最無情嘅小偷。當你真正跨過65歲、70歲呢度人生嘅分水嶺，身體機能嘅衰退係唔以人嘅意志為轉移嘅。冇人可以保證自己永遠耳聰目明、手腳靈活。隨住年紀越嚟越大，萬一邊日體力不支喺屋企跌親，或者遇上個突發嘅老年疾病，搞到自己突然失去咗清醒嘅意識，連表達自己諗法嘅力氣都冇埋。到咗嗰個時候，你喪失咗表達能力，喪失咗行動自由，你嘅銀行卡密碼你記唔清，你層樓唔知應該點處理，你瞓喺病床上喐唔到，你嘅命運將完全由別人嚟幫你做主。你諗下，嗰係幾咁令人無力同絕望嘅畫面。所以老友記們，今日師傅就要用最掏心掏肺嘅大實話嚟敲醒你心入面嘅警鐘。淨係識得防備，淨係喺思想上睇透人性，嗰係遠遠唔夠嘅真正嘅智者。唔單止要喺思想上通透，更要喺行動上雷厲風行，提前為自己鋪好一條無懈可擊嘅退路。今日我就將說話攤開嚟講，同大家好好交個底。人過70，趁住你而家手腳仲喐得，趁住你而家腦筋仲無比清醒，你咩事都可以擺埋一邊，唯獨有2件事你必須立刻馬上背住所有人去靜靜雞安排妥當。呢2件事就係你呢世人最後嘅保命符。只要你將呢2件事安排好，哪怕聽日遇到突發狀況，哪怕仔女喺利益面前產生分歧，你嘅晚年餘生都一樣可以安穩如山，體面從容。請你一定要揾個安靜嘅地方坐低，沖杯靚茶，靜下心，聽到最後，睇下呢極其重要嘅2件事到底係咩，再對照一下而家嘅你，係咪仲糊裏糊塗咁毫無準備？第1件事，背住所有仔女，靜靜雞立低一份絕對保密嘅平安紙，並死死揸住控制權。人到晚年，趁住腦筋清醒，你必須要做嘅第1件，亦係最核心嘅一件事，就係暫斷隨遇而安嘅感性幻想，立刻去揾專業嘅律師或者公證處，背住所有嘅仔女親戚，偷偷立下一份具備絕對法律效力嘅平安紙，並且將呢份平安紙嘅存在同內容作為最高機密，死死咁唔喺自己手入面，絕不提前公開。好多老人家聽到呢度即刻就耍手擰頭。哎呀，師傅，我先70歲，身體仲好地地，而家立平安紙係咪太早啦？多唔吉利啊！再講我嗰幾個細路平時感情幾好㗎，等我百年歸老。嗰間舊屋同幾十萬存款，佢哋幾兄妹平分咪得咯？邊使搞到咁複雜咁傷感情啊？各位老友記，如果你腦入面而家仲存住呢種天真嘅諗法，嗰說明你對人性嘅貪婪、對金錢嘅魔力，簡直係一無所知。你以為你唔立平安紙，仔女就可以和和睦睦咁平分家產？我呢大半世人見過太多令人不寒而慄嘅家庭悲劇。一對老人家意外過身，冇留低平安紙，留低咗一間值幾百萬嘅樓同一筆存款。原本平時睇落兄友弟恭一團和氣嘅兩兄弟同一個阿妹，喺父母屍骨未寒嘅時候，喺靈堂前就開始咗明爭暗鬥。大佬話自己係大仔，逢年過節買補品最多，理應攞大份；二佬話自己收入最低，
父母生前醉殺自己，間屋應該歸佢。阿妹話平時帶父母去睇醫生都係佢出心出力，法律規定男女平等，必須平分。昔日嘅親生骨肉，為咗呢筆從天而降嘅巨款，撕破晒所有面皮，互相揭陰私，互相對罵，最後竟然鬧上咗法庭對簿公堂，為咗爭奪少少份額，甚至連老人家生前戴過嘅首飾、用過嘅舊家佘都要折算成錢嚟瓜分。最後家產係被法院強制分割咗，但係幾十年嘅手足之情鐵底斷絕，老死不相往來。老人家喺九泉之下，如果睇到自己原本幸福嘅家庭，因為自己生前冇安排好遺產而變得四分五裂，猶如仇人，佢哋可以安息咩？記住師父呢句話，永遠唔好用金錢去考驗親情。喺巨額嘅利益面前，親情往往脆弱到不堪一擊，所以盡早立平安紙唔係喺度觸霉頭，更唔係對仔女嘅唔信任。恰恰相反，立平安紙係一個長輩留俾呢個家族最後嘅溫柔，亦係為咗防止仔女日後為咗爭產而反目成仇嘅最強護欄。但係立平安紙呢件事入面有一個極其高深嘅人性博弈術，亦即係我強調嘅呢4個字：絕對保密。平安紙立好咗，你將佢鎖喺保險箱入面，或者放喺律師樓度託管，只要你仲有一口氣喺度，呢份平安紙嘅內容就係呢個世界上最高級別嘅機密。除咗你同你風雨同舟嘅老伴，如果你哋財產共有，一定要2個人私下商量好，達成共識。你連你醉殺嘅嗰個仔女都絕對唔可以走漏半點風聲。點解要咁做？因為呢個係你晚年用嚟制衡仔女、保護自己嘅最強大嘅一把尚方寶劍。我哋從人性嘅弱點嚟深度剖析一下。一旦你提前將分家產嘅底牌泄露咗出去，無論你點樣分，都會瞬間打破現有嘅家庭生態平衡，激發出人性中最陰暗嘅一面。你諗下，如果仔女提前知道咗平安紙嘅內容，嗰個冇分到屋或者分得少嘅大仔，心入面會點諗？佢絕對唔會反思自己平時係咪做得唔夠好，佢只會覺得你大細超到極點，佢嘅心入面會立刻生出極大嘅怨恨。好啊，我平時買補品買好嘢對你咁好，結果你偷偷地將幾百萬嘅屋留俾老二，既然你咁絕情，那你以後病咗揾老二啦，我再都唔理啦。從此以後呢個仔可能對你視同仇人，老死不相往來。而嗰個知道自己一定會攞到屋嘅細仔呢，佢一開始可能會對你感恩戴德，但時間耐咗，人性入面嘅惰性就會顯露出嚟。佢會覺得呢間屋已經係佢嘅囊中之物啦，佢唔再需要努力去討好你孝順你嚟爭取呢份遺產。甚至如果佢急需用錢，佢會喺心入面暗暗期盼老坑點解仲未走啊？佢快啲走，我好快啲將間屋賣咗攞錢救急啊！你睇，一旦底牌揭開，你唔單止失去咗制衡仔女嘅武器，反而主動激發咗家庭嘅矛盾，將原本安穩嘅晚年推向咗危機。所以聰明絕頂嘅老人家唔單止要盡早立好平安紙，更要學識避而不宣。無論逢年過節仔女點樣旁敲側擊，無論平時邊個對你獻殷勤，無論親戚點樣套你說話，你永遠只有一套滴水不漏嘅說辭。哎呀，以後嘅事以後先算啦，我嘅錢同屋都喺度，你哋邊個對我好，邊個最孝順，我心入面都有本明賬，反正律師嗰邊我都交代好晒，我而家身體好得很，唔急。各位老友記，你體會到呢種手法嘅絕妙之處未？你冇俾任何人明確嘅承諾，你令所有嘅仔女都處於一種有機會得到，但亦可能隨時失去嘅唔確定狀態之中。呢種唔確定性就係揀喺佢哋頭頂嘅一把劍，亦係牽住佢哋孝心嘅一條風合線。只要平安紙一日唔公開，呢筆財富嘅最終歸屬權就一直係個離作。為咗爭取到更多嘅份額，為咗唔落後於其他兄弟姊妹，你嘅仔女就會喺呢場無形嘅考核入面搏命咁表現自己。佢哋會經常翻嚟睇你，會爭住塊好嘢俾你食。你生病嘅時候，佢哋會爭先恐後咁嚟床前服侍你。如果有邊個喺呢段期間對你態度惡劣唔孝順，你隨時有權利去揾律師修改平安紙嘅份額。保持神秘，保持掩念，令所有想得到你財產嘅人都一直保持住一種危機感同期待感。呢個就係用金錢賺人性嘅最高智慧。呢個唔單止係為咗防備仔女，呢個更係為你自己晚年可以過得舒心，能夠得到應有照顧嘅終極保命符。趁住你而家腦筋仲清楚，手腳仲喐得，快啲去同老伴商量好，揾個靠譜嘅公證處或者律師，將呢第一件事辦得漂漂亮亮。
第二件事，親手為自己安排好最後一段路嘅退場機制。如果話第一件事立平安紙，解決嘅係你身後財產嘅歸屬問題，保住咗你活住嗰陣嘅威嚴。咁跟住落嚟我要講嘅呢第二件事，就係真真切切咁關乎到你呢具肉身喺你人生嘅最後時刻，到底要遭受咩樣嘅待遇，以及你可唔可以保留作為一個人類嘅最後嘅體面同尊嚴。呢件事就係趁住而家神志清醒，徹底放棄仔女必須喺床前服侍到終老嘅傳統幻想，親手為自己鋪好最後一段路嘅退場機制。呢個包括提前物色好高端安老院或者專職護工嘅專款專用，以及必須簽下一份極具法律效力嘅臨終醫療意願書。好多老人家一聽到安老院3個字，個頭就搖到好似波浪鼓咁。喺佢哋嘅舊觀念入面，去安老院係一件極其丟架、極其淒涼嘅事。呢個代表住仔女唔孝順，代表住自己被拋棄啦。佢哋總係覺得，我養咗咁多仔女，唔通我老咗行動不便啦？佢哋仲唔可以同我倒屎倒尿咩？我就要喺自己嘅屋企，死喺自己嘅床上。老友記啊，我求求你哋擘大眼睇清楚而家呢個飛速旋轉嘅現實世界啦！如果有一日你真係不幸中風啦，或者患上咗腦退化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大小二便都要喺床上解決。你需要人每隔2個鐘幫你翻身拍背，你需要人將你當 BB 咁抱上抱落。你指望你嘅仔女嚟做呢啲事？你個仔可能正喺度面臨公司殘酷嘅裁員潮，佢每日噏到夜晚9點先可以翻屋企。你個女可能正喺度為個孫嘅升學考試搞到焦頭爛額，每日連瞓覺嘅時間都唔夠照顧一個完全失去自理能力嘅老人家。嗰個唔係1日2日，嗰係幾個月甚至幾年，嗰係需要耗盡一個人全部嘅體力精力，甚至會令人精神崩潰嘅極其繁重嘅苦差事。俗語話久病床前無孝子，呢個唔係仔女天生心狠，而係血肉之軀根本頂唔順呢種日復一日嘅生理同心理嘅雙重折磨。剛開始嘅1、2個月，仔女可能仲會咬緊牙關堅持強顏歡笑咁服侍你，但係半年之後呢，1年之後呢，你會見到佢哋眼入面嘅疲爛同絕望，你會聽到佢哋喺為你換帶有異味嘅床單時發出唔耐煩嘅冧息，你甚至會聽到佢哋喺門外因為邊個今日應該請假嚟照顧你而大嘈大鬧。當你瞓喺床上，睇住仔女因為照顧你而變得憔悴不堪、脾氣暴躁，甚至婚姻都出現咗危機嘅時候，你瞓喺嗰度無法反抗，你嘅內心會唔會感到無比嘅屈辱同自責？你活成咗一個巨大嘅負累。你眼白白睇住自己將仔女嘅生活拖入咗森林，呢個唔通就係你想要嘅晚年咩？呢個唔通就係你所謂嘅兒孫滿堂嘅福氣咩？所以真正具有大智慧、大格局嘅老人家，喺自己70歲腦筋仲冇被清醒嘅時候，就會靜靜雞將呢第2件事安排妥當。佢哋會計一計自己手頭上嘅存款，單獨劃出一筆邊個都唔可以喐嘅護工基金。佢哋會趁住手腳靈活，親自去考察幾間口碑好嘅中高端安老院，或者聯絡好靠譜嘅醫療護理機構。佢哋會極其平靜、極其理性咁向仔女宣佈：如果有一日我老到落唔到床啦，或者腦筋糊塗啦，你哋邊個都唔使辭職嚟照顧我。我已經揀好咗某某安老院，或者我已經留好咗一筆專款，用嚟請24小時嘅專業金牌護工。你哋只需要喺週末嘅時候嚟睇下，我檢查下護工有冇偷懶就得啦。各位，你知唔知你做出呢個決定嘅時候，你喺仔女心目中係何等嘅光芒萬丈？你將佢哋由沉重嘅看護枷鎖中徹底解救咗出嚟，你用金錢購買咗最專業嘅服務，你唔單止保住咗自己最後時刻身體嘅清爽同體面，你更保住咗你哋之間僅存嘅嗰少少溫情。仔女會對你感激涕零，佢哋每次嚟探你嘅時候帶嚟嘅都係笑臉同鮮花，而唔係滿身嘅疲練同怨氣。除咗照顧問題呢第2件事入面，仲有一個更加驚心動魄，甚至關乎到你最後可唔可以善終嘅核心環節——簽訂臨終醫療意願書。可能有啲老友記聽到呢度會話：師傅，呢啲病危搶救嘅事，到時睇情況咪得咯。再講，求生係人嘅本能。萬一我到時就係想生存落去，哪怕插滿喉，我都想多活幾日呢？唔通呢個指示就係逼住我哋放棄生命咩？問得好，各位老友記，你哋一定要徹底明白一個核心概念：簽訂呢份意願書。
絕對唔係強迫你放棄生命，而係要將你生命嘅最終決定權完完全全死死咁握喺你自己嘅手裏。師傅喺醫院入面見過太多令人慘不忍睹嘅人間慘劇。當一個老人家到咗生命嘅最後階段，陷入咗深度昏迷，已經無法為自己做主嘅時候，因為佢生前冇留低任何明確嘅交代，此時此刻要唔要使巨款入深切治療部，要唔要切開氣管插喉搶救，呢個極其痛苦、極其撕裂嘅決定就好似一座大山，狠狠咁砸咗喺仔女嘅頭上。呢個對於仔女嚟講係一個無解嘅道德死局。如果仔女選擇拔喉放棄搶救，佢哋唔單止要承受終生嘅內疚感，覺得係自己親手結束咗父母嘅生命，更可怕嘅係佢哋會遭到全家親戚嘅指責同唾罵。你呢個畜生為咗慳少少醫藥費，竟然眼白白睇住你老豆死，你仲係人嚟㗎？為咗唔孭上不孝嘅罪名，為咗堵住優柔眾口仔女們，哪怕傾家撈產四圍借錢，都會流住眼淚對醫生講：求求你哋不惜一切代價，一定要搶救到底。可是結果呢？結果就係你嗰個原本已經油盡燈枯嘅通體，遭受咗人間煉獄般嘅酷刑。為咗維持你嗰微弱嘅心跳，醫生會喺你瘦骨嶙峋嘅胸腔上進行極其劇烈嘅心肺復甦，你嘅肋骨可能會被硬生生咁撳斷，一條粗大嘅喉管會極其痛苦咁由你嘅喉嚟插落氣管，你全身插滿咗尿喉、輸液喉、營養喉。你被撳喺 ICU 冰冷嘅病床上，靠住冷冰冰嘅機器維持住毫無尊嚴、毫無知覺嘅生命體徵。呢個根本唔係喺度延續生命，呢個係喺度用極端嘅痛苦去延長死亡嘅過程。呢個係以孝順嘅名義對一個老人家進行嘅合法嘅酷刑。老友記們，咁樣嘅慘劇每日都喺度上演。呢個就係因為老人家冇提前將決定權寫低落嚟嘅悲慘下場，所以趁住你而家仲可以講嘢，仲可以寫字，腦筋仲清醒無比，你必須去揾公證處或者喺正規嘅醫療機構簽訂一份具備法律效力嘅預設醫療指示或者臨終醫療意願書。喺呢份文件上，你可以根據自己嘅價值觀做出完全屬於你自己嘅選擇。如果你係一個求生欲極強嘅人，你可以白紙黑字咁寫明：如果喺未來我陷入昏迷，我要求不惜一切代價，使用一切最先進嘅醫療設備對我進行搶救，只要有一絲希望，絕不放棄。如果你係一個睇透生死、只求尊嚴嘅人，你同樣可以清清楚楚咁寫明：如果喺未來我罹患咗不可治癒嘅絕症，處於生命嘅最後階段，並且冇任何恢復嘅希望，我強烈要求拒絕使用任何創傷性嘅僅僅係為咗延長死亡過程嘅生命支持系統。我拒絕氣管插喉，拒絕入 IQ， 我只要求接受減輕痛苦嘅根本治療，等我毫無痛苦咁有尊嚴咁自然咁離開呢個世界。並且你要將呢份文件影印幾份，發俾你嘅每一個仔女，喺家庭會議上極其嚴肅咁話俾佢哋聽。呢個係我呢一世人最後亦係最高級別嘅命令，邊個要係違背咗我嘅意願，就係最大嘅不孝。各位老友記，你知唔知當你簽低呢份文件做出呢個決定嘅時候，你其實係送咗俾仔女一份呢個世界上最偉大、最深沉嘅禮物。你將佢哋由嗰種到底要唔要救嘅極度痛苦同道德金價之中徹底解脫咗出嚟。當親戚們指手畫腳嘅時候，你嘅仔女可以理直氣壯、毫無愧疚咁攞出呢份文件，話呢個係我阿爸阿媽生前白紙黑字留低嘅心願。我哋作為仔女最大嘅孝順，就係絕對尊重佢嘅意願。你唔單止替仔女擋住咗世俗嘅流言蜚語，你更係用自己嘅清醒同決絕，為自己喺呢個世間嘅最後一場謝幕保留咗最高級、最神聖嘅尊嚴。你唔做任人擺佈嘅醫療試驗品，你要做自己生命最後時刻嗰個從容不迫嘅掌舵者。各位老友記，今日呢期文風月人生極其沉重，但也極其重要。師傅將壓箱底嘅保命秘笈毫無保留咁全部交晒俾你哋，等我哋再喺心入面將呢保命嘅兩件事死死咁刻喺腦入面。第一件事，背住所有仔女同老伴靜靜雞立下平安紙，死死唔住底牌，用不確定性嚟制衡人性，用金錢同寶物嚟捍衛你活住嗰陣嘅無上威嚴。第二件事，簽下臨終醫療意願，安排好養老退場機制，將生死嘅決定權牢牢握喺自己手入面，金奪別人對你指手畫腳嘅權利，出錢買服務，體面從容咁行完最後一段路。呢兩件事聽落可能有些小冰冷，
甚至有啲殘酷，佢完完全全咁撕破咗我哋對養兒防老、兒孫床前盡孝嘅美好田園邏鏡。但係呢個就係最真實、最骨感嘅生活，人性係經唔起考驗嘅，生老病死嘅規律係不可抗拒嘅。喺呢個複雜多變嘅世界入面，唯一可以保護你嘅，從來都唔係虛無庸滯嘅口頭承諾，而係白紙黑字嘅法律文件，係你自己手入面握住嘅真金白銀，以及你嗰顆極度清醒、敢於直面生死嘅強大內心。千祈唔好再有拖延症啦，唔好總係話等我75歲先整，等我病咗先算。聽日同意外，你永遠唔知道邊一個會先嚟一場突如其來嘅疾病，一次無聲無息嘅記憶力衰退，就會瞬間剝奪你安排呢一切嘅資格。到咗嗰個時候，你連攞筆簽名嘅力氣都冇，你只可以臨危命運砧板上嘅魚肉，任人宰割。所以趁住而家你仲耳聰目明，趁住而家你嘅手腳仲聽大腦嘅指揮。由今日睇完呢條片開始，同你嘅老伴一齊靜靜跟佢將呢2件事辦妥，將平安紙鎖喺最深嘅櫃桶底，將醫療意願書原件保管好。做完呢一切，你會突然感覺到壓喺心頭嘅一塊大石瞬間落地啦。你會感到一種前所未有嘅輕鬆踏實同安全感，因為你知道無論未來發生咩事，無論仔女以後變成點樣，無論病魔幾時降臨，你都已經做好咗最萬全嘅準備。你已經為你嘅人生畫上咗一個最完美嘅由你自己掌控嘅句號。你可以徹底放低所有嘅焦慮同擔憂，你可以將剩低嘅每一日都當成係上天嘅恩賜，你可以心無掛礙咁去跳舞、去飲茶、去遊山玩水，去享受嗰個真正屬於你嘅無憂無慮嘅美好晚年。老友記們，如果師父今日呢番猶如當頭棒喝嘅大實話，徹底敲醒咗你內心嘅迷茫，令你明白咗晚年到底應該點樣活，請你務必幫我做呢3件事。第一，撳下熒幕下方嗰個紅色嘅訂閱按鈕，關注我嘅頻道，跟緊師父嘅腳步，喺呢個充滿變數嘅世界入面，我哋一齊修煉人生嘅頂級大智慧，一齊武裝自己。第二，俾個大嘅讚我，等演算法知道呢條係一條能幫助老人家閒崖勒馬、重塑底氣嘅好影片，將佢推介俾更多仲喺糊裏糊塗毫無準備嘅老年朋友。第三，亦係最重要嘅一點，喐下你嘅手指，將呢條片分享去你嘅家族群、老友群，或者發俾你最信任嘅老伴睇下。等我哋一齊拋棄幻想，立刻行動，做自己晚年人生真正嘅狠角色。祝大家晚年生活清靜安康，手握底牌，生死從容，活出自我，活出極致嘅尊嚴。我係你哋嘅晚年護航人，我哋下期節目唔見唔散，祝你平安。